約伯記第19章。約伯回答說：你們攪擾我的心，用言語壓碎我，要到幾時呢？你們這10次羞辱我，你們苦待我，也不以為恥。果真我有錯，這錯乃是在我。你們果然要向我誇大，以我的羞辱為證指責我，就該知道是神傾覆我，用網羅圍繞我。我因委曲呼叫，卻不蒙應允；我呼叫，卻不得公斷。神用籬笆攔住我的道路，使我不得經過，又使我的路徑黑暗。他剝去我的榮光，摘去我頭上的冠冕。他在四圍攻擊我，我便歸於死亡，將我的指望如樹拔出來。他的憤怒向我發作，以我為敵人。他的軍旅一齊上來，修築戰路攻擊我，在我帳棚的四圍安營。他把我的弟兄隔在遠處，使我所認識的全然與我生疏。我的親戚與我斷絕，我的密友都忘記我。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以我為外人，我在他們眼中看為外邦人。我呼喚僕人，雖用口求他，他還是不回答。我口的氣味，我妻子厭惡；我的懇求，我同胞也憎嫌，連小孩子也藐視我。我若起來，他們都嘲笑我。我的密友都憎惡我，我平日所愛的人向我翻臉。我的皮肉緊貼骨頭，我只剩牙皮逃脫了。我朋友啊，可憐我，可憐我，因為神的手攻擊我。你們為什麼仿佛神逼迫我，吃我的肉還以為不足呢？惟願我的言語現在寫上，都記錄在書上，用鐵筆鐫刻，用鉛灌在磐石上，直傳到永遠。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我這皮肉滅絕之後，我必在肉體之外得見神。我自己要見他，親眼要看他，並不像外人。我的心腸在我裡面消滅了。你們若說，我們逼迫他要何等地重呢？惹事的根乃在乎他。你們就當懼怕刀劍，因為憤怒惹動刀劍的刑罰，使你們知道有報應。